欢迎收看《萌宠攻略》，我是小龟。今天带大家来到动物园，要来寻找可爱疗愈系的动物，而且还要担任动物的保姆哦。看看这些天天跟动物们相处在一起的饲育员究竟是如何照顾它们的。想要更了解这些可爱疗愈的萌宠吗？赶快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出发吧，走！哇！在这里呀，居然有老鼠哎！平常看到老鼠会觉得很害怕了，但是这边不只是老鼠，它还是白金大老鼠哦，而且听说很受欢迎。原来啊，它就是日本的那个水豚君，有没有？很可爱、很疗愈的感觉。没有错，水豚君来啦！哇，看他们吃东西很疗愈耶，对不对，逸轩？对，他们真的是一种很疗愈的动物，而且这样慢慢的嚼，慢慢的嚼，这样好了。它叫做白金大老鼠，然后大家知道日本的水豚君，所以到底要叫他们老鼠还是水豚君？基本上你要怎么叫它都可以，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叫做南美水豚。哦，从南美洲来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动作非常的缓慢，这样子就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。所以水豚君它是老鼠吗？它也算老鼠，它是啮齿类动物，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。所以它跟老鼠的这个特征上面，我这样看，这样观察，觉得它有点像很大只的天竺鼠，但是它脚又好像有蹼的感觉。对，它基本上跟老鼠一样的特征就是它门牙，对，它门牙一样很大。那它有蹼是因为它是半水栖的动物，对，所以它也是像我们一般看到老鼠、天竺鼠这样门牙很突出。是。那吃什么？它吃蔬菜、水果，然后还有我们准备的饲料。对。所以不太吃肉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基本上是不吃肉的哦。不吃肉的。对。所以它也会很喜欢待在水里面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它是半水栖动物，它基本上很长的时间都会泡在水里这样。就像我们在日本看到那个水豚君啊，卡通或者是说真正的水豚君，他们就是很喜欢泡温泉啊，然后在里面觉得很享受这样。他们也是。对，他们也是，他们基本上只要泡在水里就是很享受、很舒服了。我最喜欢泡水了，泡在水里最舒服。今天我打算就这样一直待在水里。那他们在陆地上的时间多吗？基本上是大概一半一半啊。对，因为我看他们在那个陆地上的行动非常的缓慢，这样子就都这样而已，这样。所以在水里面也是吗？并不是哦，它在水里的话移动速度是蛮快的哦。真的假的？很会游泳。对，它是很会游泳的。而且刚刚看到啊，除了我刚刚看到那个蹼之外，是因为他们会在水里面嘛，所以他们眼睛好像也分很开吼。对，它眼睛分很开是因为它。草食类的动物，它要躲避肉食性动物的那个攻击的话，所以它眼睛开一点，它可以看的视野可以广一点，对，就是可以躲避肉食性动物的攻击这样。而且我听说好像，从外表你们就可以看出是男生还是女生。怎么分呢？就是我们看到它的鼻子，比较凸、比较黑的就是公的，那如果比较一般的就是母的这样。比较凸，鼻子凸出来一点点，是，然后颜色深一点点，对，就是公的。是。我这样放眼望去，好像公的很少呢哦。对啊，因为通常一个水豚的群体的话，公的只比较少数，大多数都是母的。为什么？那它不就很幸福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一是他们那个族群性的关系，通常都是由一只公的带领大概20只左右的母的水豚这样。哦，你们很幸福呢。好啦，那他们刚说到都是吃杂食性跟草的，还有饲料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今天来了，要体验一下你的工作，可以喂它们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待会带我去喂它们好不好？好哦。好，待会走。
不要一直走嘛，要走去哪里？把我的食物留下来了。它们真的好可爱哦！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它们吃的草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牧草，这是他们很喜欢吃的一种草。而且他们这样啃食的时候，看，不知不觉就会看很久。那他们除了吃这个之外，你们还会帮他们准备什么食物？有啊，我们会帮他准备一些蔬菜，比如说高丽菜、红萝卜，还有他们专用的饲料，还有专用的饲料。他们会需要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素吗？基本上他们的营养都含在饲料里面了，所以不太需要额外补充。哦，是。那他们吃的量多不多？算蛮多的哦。大概会有多少量？大概会有多少？他们一天大概会吃到2大包的饲料，2大包哦。对。所以除了吃饲料之外，还要补充这个牧草的部分，是因为它有纤维。对，我这样子一把对他来说是小 case 吗？是啊，难怪我这样一边喂，这根快要没有了对，它默默的就可以吃掉很多。哦，你慢慢吃了好不好？那平常大家也会这样喂食，对不对？也会啊，对。好，你吃慢一点，我们继续喂食你。一轩听他吃这个一直烤，会忍不住的提醒自己，好像我要多吃蔬菜，真的，补充膳食纤维。好了，吃饱喝足之后，你们还会帮他做什么？我们接下来帮他按摩，还可以马杀鸡。喂，你们怎么这么幸福？所以平常按摩也是你们会帮他们做的事情。对啊，是。为什么要按摩？因为你看到它的毛，其实它的毛是比较粗的。那它一般的话，它很难去用到它自己的皮肤。那我们如果稍微的帮它按摩一下，它会就是比较舒服，会比较放松这样。真的耶，其实我近距离看啊，它的毛超级粗，会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小刺猬的感觉，你知道？所以要帮它按摩，让它舒服之外，也可以帮它稍微整理一下就对了。对啊。怎么按？我们就用手，然后放在它的背上，是，然后往前刷。要往前刷哦。对。为什么不用任何工具啊？因为我们直接用手就好，用工具怕会伤到它。哦。对，就像这样。那像我们一般啊，比如说，我们养狗或养猫嘛，你要养猫，你摸它就会很开心，呼噜呼噜叫，或者说有一些很爽、很舒服的表情，他们会吗？他们也会，他们会发出一种啾啾啾的声音，啾啾啾。对，真的假的？是。那你再帮按下来听听看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听到都是在吃草的声音。对，你也太饿了吧，水豚君。我来帮按按看好吗？好啊，好，你说这样用手，然后在它背上，然后往前这样抓，这样刷。哦，好奇怪的触感哦。它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啊？比如说舒服的话，除了会啾啾啾之外，身体上毛会有什么奇怪的特征吗？它就看起来就会很享受这样。哦，舒服吗？我今天要喂你吃饭，还要帮你按摩，所以平常这样子按要按多久？按多久？其实都可以啦，背部啊，往上一点点也可以。你真的很享受这样一边吃一边有人按摩啊，他是觉得差不多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大爷呢吃饱喝足，按完之后就要闪人了。对啊。所以他们平常这样的动作这么慢。有没有什么天敌，还是说他们怎么好像都没有警觉心的感觉？他们也是有警觉心的哦。他们如果受到威胁的话，他们其实跑起来是蛮快的。然后他们通常会找比较近的水池啊之类的，他就马上躲进去，对，躲避那个肉食性动物的攻击这样。所以水池算是他们的避难所，对不对？一觉得有人要攻击我了，就往里面躲。没错。好啦，看来这边的水豚君都过得很幸福哦，因为每一只都这样很懒，然后不知道在干嘛，这样好可爱哦。不要看我动作懒洋洋，一副睡不饱的样子，你们在干什么，我都知道哦。拥有超高人气的我，即使都不动，大家还是会被我可爱卖萌的神情迷得不要的，嘿嘿嘿。欢迎你也加入我的粉丝团哦。
它们是不会飞的水生鸟类，它们是游泳的专家，在水里潜泳可以飞得又快又好。它们就是可爱指数爆表的企鹅。好，伟哥现在带我来看企鹅。可是啊，印象中我们去看企鹅的地方都很冷。对，你们的企鹅怎么会长在晒得到太阳的地方？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企鹅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企鹅是来自于非洲西海岸的企鹅，所以它们生长的环境就是不一样。它们叫做什么企鹅啊？它们的话叫做黑脚企鹅。黑脚企鹅是因为它们脚丫子黑黑的吗？也算是。所以像一般我们看到海参馆啊，或是比较常见是国王企鹅，对不对？它们就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。走出来了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跟国王企鹅长得不太一样的。对，它们不太一样。特征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特征的话不太一样的话，它们是身上的毛发，它们的羽毛就不一样，还有加上它们身上的斑纹也是不一样。对。看得到它们身上有那个一点一点黑黑的。对，说到这个，它们的一点一点黑黑的，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像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一只都不一样，所以不会有任何一只跟其他只长得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重叠。所以它上面眼睛有那种粉红色的，那很像眼影的地方。那个就是我们的黑脚企鹅的特征。它们的眼睛上面这个粉红色，代表它们的粉红色腺体。如果它们体温上升的话，它们眼睛有点红红的，然后它们会想办法降温的话，就会去水里面游泳，它眼睛就会慢慢的这边开始降温下来。所以那个是一个温度调节，对，有点像温度高的时候，这边就变红色，就代表要去游泳了，代表说他想去玩水或者是降温。所以他们现在啊是有点害羞，他们有点害羞在门口，因为不晓得要不要出来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开始喽，试探出来了，先试探一下，来，那他们这样从外表啊看得出来谁是男生谁是女生吗？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公的跟母的体型就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公的体型比母的还要大，公的比较大一点，对，公的比较大一点。后来公的嘴巴也是比较尖一点，也比较大一点。所以我现在认真看的话，这些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认真看的话，你知道第一个先观察它们的体型，对，好，体型观察完之后，再观察它们的嘴角、嘴巴，对，每一只嘴角会不一样，公的跟母的嘴角就不一样。这一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只的话应该是公的，对，而且它颜色好像跟其他有一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因为这期间应该是在掉毛或者是换毛的季节，对啊。我听说企鹅好像。对伴侣很忠诚，该这么说吗？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吗？对，他们是一夫一妻制。你们怎么看得出来？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属于群居动物，也是一夫一妻制，他们会就是他们就蛮钟情的这样，专一，比较专一。对，其实他们会这样一对配在一起，互相的照顾，然后可能跟前跟后这样。对，比如说他们在孵化蛋的时候，每只母企鹅在孵化蛋的时候只会孵化2颗蛋，然后孵化期在38天至40天左右，然后孵化的过程中有母的跟公的会在一起，是一起帮忙孵化，代表他们是一对的一个家庭啦。对还跌倒，他怕我们吓他，他们准备要跳水了，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准备要跳水，先排队一下。他们体型算小吗？他们体型算小，可是他们也是算。没有说太小那种体型，大概多高啊？他们家大概体型的话，我们的黑脚企鹅体型都是在68公分到70公分左右，而体重的话是在2公斤到5公斤左右。现在在排队准备要去游泳，对，他们现在有点热，想要玩水，可是这又不方便他们下来，因为他们很少会从这边跳水下来。好笑，现在有点不知所措。有人下去喽。他们游泳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每小时平均速度可以游7公里左右。我发现了，他们只要发现一只愿意当那个英雄带头领头羊的角色，就会一只跟着下去。对啊，那这一只是就是在害怕，有一点害怕。好，准备了好可爱哦。平常待在水里的时间多吗？平常待在水里面的时间大部分是2分钟左右。不长哎。对，不长。要上来换气，他们会上来换气。大
大家都说我走路摇摇晃晃的，看起来笨笨的，很可爱。那是因为我必须靠着尾巴跟翅膀来维持身体的平衡。我肚子饿扁了，生日大餐准备好了没啊？薇姐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喂它们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桶就是他们今天吃的东西吗？对啊，这种就是他们今天吃的。哎，这边2、4、6、8，十几只这样子够哦？够啊，因为他们一天会吃2餐哦，早上跟下午，所以食量算不大吗？食量算蛮大，因为他们都是吃属于桶子的1/3啊，差不多是这边。对，应该是蛮多的。那我们今天喂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喂的是海泥鳅，这个叫海泥鳅，对，它是鱼，对不对？它也是鱼。他们吃海泥鳅跟吃什么？他们吃海泥鳅跟尾叶鱼，哦，还有凤尾鱼。所以鱼对他们来说就是主食嘛。对，那他们光吃鱼就可以了，他们光吃鱼就可以了，不用再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素之类的。几乎是没有。哦，你现在拿他们会过来吗？现在拿的话，他们不会过来。我们现在拿他们，因为他们有点害怕啊，他们看到新的面孔会害怕。你知道他们现在就是跟我们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，我们只要走到哪就跟我们这样平行的开始移动这样子。好，那他们也不用补充其他的营养素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鱼的话，吃的话他们是会咀嚼吗？还是说他们有没有牙齿？哦，说到这个，他们是没有牙齿的哦，没有牙齿，吃直接吞下去了。消化系统这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条就对，一口就没了。对啊，那他们会不会抢食啊？比方说你喂我啊，然后他没有吃到这样子。哦，我们喂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。怎么喂？我们要喂的方式是用撒的，因为它是很难靠近到我们。哦，对，我们撒的时候是平均撒出去，他们就不会去抢一些食物，怕他们有攻击性。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，对，或者说觉得说你是陌生人，就有点不太想接近，可能会有点攻击性。对，我们大概会先抓一把，对，抓一把之后我们再撒，他们就开始慢慢的靠近。现在对，一直在吃了，再怎么害怕还是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。答对了，真的是哎，要撒看看吗？好啊，我撒看看，抓一把，然后撒出去，他们就不会去抢，他们就慢慢的靠近。来哦，加崩哦！哎，真的耶！哎，后面的还不懂要吃饭，他们就有点害怕。来，吃饭，好可爱哦！好吃，我最喜欢新鲜美味的鱼了。哎，不要抢，人人有份啦！啊，吃饱了，下水运动一下吧。看到我的速度了吗？不是我自夸，我就是动物界的水行侠。睁大你的眼睛，赞同我华丽的泳姿吧。哇，这样子近距离看企鹅，机会真的很难得，而且看他们游泳很疗愈耶。对，走路好慢哦，但一到水里面的时候，健步如飞这样。所以企鹅它算是不会飞的鸟，对吧？因为它有翅膀嘛。对。可是，在陆地上跟在水里面，哪一个时间比较久？他们的话是在陆地上比较久。对。他们在水里面的话，他们是属于在水里面可以达到2分钟左右，就是游个泳这样。对。但还是要呼吸。对，还是要呼吸，不是像鱼这样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。但是待在水里是他们很重要调节温度的一个方法嘛。对，他们是调节他们身上的温度，怕太高会导致他们自己不舒服。所以这样潜下去，他们可以潜多深？差不多潜到深度应该是在130公尺左右。深度，然后他们游的速度又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每小时可以游7公里左右，这是平均的。如果说最快的话，可以20公里左右。他们有越来越不怕我们的趋势哦，因为慢慢的踏入我们的地盘，好可爱哦。它那个叫声是很像一种像驴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它是驴子的叫声的感觉。他们可以叫公乳企鹅。因为叫声对他们的外号，好可爱哦！还不止这样哦，他们还可以叫非洲企鹅。其实这样看他们啊，你看那个陆地上这样很慢，但是说真的是有认证过的游泳高手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可爱哦。像他就在你旁边就可以观察一下，
对啊，然后这样子萌萌的一直在陆地上面这样走来走去，其实真的也是可以抹杀很多底片。对，你看他们这样子摇摇晃晃的，其实啊，不同的品种都会有不同的习性，包括我们刚刚讲到，国王企鹅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寒冷的地方，对，但是相对他们是非洲的品种，对，所以我们只要准备这个有穴居可以让他们躲。然后在游泳的地方有水，可以让他们调节体温，对，很可爱耶。这样看起来是很疗愈的萌宠哦。想要找一只很可爱、很疗愈的宠物吗？大家养狗啊、养猫啊，很多人养。但是告诉各位，近几年呢，养猪也是一种风气耶，而且尤其在里头啊，麝香猪最受欢迎。真的假的？我这边就有一只，你看看，哇，很大只哎！这个真的是可以养成这样子吗？有对吗？麝香猪哎！大家好，我是麝香猪。大家都说我是最受欢迎的小猪，只是我也会有长大的一天啊！长成这样也不是我故意的，能吃就是福，对不对？王兽医，它就是麝香猪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大只，我记得我在那个 IG 啊，在很多社群看到人家养猪，那个不是小小只吗？一起加凶赫型。麝香猪的话哈，本身它小的时候只有1-2公斤而已。对、啊。但是你给它养到1年半以后，就是给它吃太好的话，太高贵的东西，它就会长成这样。所以这一只是你们养得太好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那麝香猪它是哪里的品种？麝香猪是台湾的品种，一种香猪。它本身的话，它就是很爱干净。对。因为我们一般把它当成宠物养的话，我们会特别照料它。其实它本身的话也会发出小一点香气。哦。因为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，麝香猪为什么叫麝香猪？是因为它真的会有一个香味。会。我这样闻得出来吗？你稍微闻闻我试试看好了。它还是很乖的啦。所以好像都是饲料的味道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因为一般我们都会想说猪好像会觉得它脏脏的啊，还是说臭臭的这样。其实没有味道就是它其实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臭臭的味道，没有没有。哦，麝香猪其实很爱干净哦。它很爱干净，因为猪的话不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好吃懒做，因为它吃东西还有它排便的地方，它会自己或是分开的。它不会说吃的地方就在那边排便，它不会。这麝香猪有这种特性。其实猪是很爱干净的哦，他们会自己洗澡啊，然后自己滚一下那个地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个摒除这个印象，其实猪很爱干净，而且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。不会。那它平常吃什么？平常的话，我们都给它喂一些水果啦。然后它是杂食兽，杂食动物。一般的话，喂的话也会给它喂完全饲料，就是一般底下的架起料。除了饲料，我看到好，那个是玉米吗？玉米的话就是一些那个杂粮，给它补充一些营养。补充营养，它才会肥肥壮壮的。我刚刚听到那个水豚君吃草没有？对。就觉得它很好吃。我在这边啊，哇，它吃东西好像也很好吃哎，很适合拍什么美食节目呢？它就是会发出声音的，对，很可爱耶，很可爱哦。是，那它吃东西会不会吃很多？它其实的话，它是我们是少量多餐给它吃，不要一直给它喂太多。如果像我一般啊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猪当宠物啊，那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其实不要让它真的吃的暴吃，或者说吃太多油脂？你小的时候哈，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，就是尽量给它吃那个蔬菜水果，然后这个完全饲料的话，就给它吃少一点，它就会长得很慢。好，然后大家都说猪啊又懒又笨 ，OK， 它其实也不懒，那它笨不笨？其实
这种猪的话，麝香猪它本身都很聪明，又很温驯，它的鼻子。它的嗅觉很好，它就凭着嗅觉，然后认识这个主人。真的、它会认主人。它的听觉也非常好，但是它眼睛的眼力会差一点。其实它本身非常温驯，而且你看，光是会认主人就知道，对，它其实不笨哦，所以要摒除这些我们既定对猪的印象。对，好，那。王兽医他这样子吃啊，刚刚知道我们要养的话就吃水果、吃蔬菜，对，那补充一点点饲料跟杂粮。你们会定期帮他做健康检查吗？这个猪的话，我们每一年的话，就是要给它打猪瘟疫苗。这个每一年都要打猪瘟疫苗。然后平常的话，我们都每个月，差不多。在饲料添加一些驱虫药给它驱虫，就这样就它会非常的保持非常健康。你看人要做健康检查，猪也是要好好的照顾，才可以健健康康的，对，才会像它这样胖胖壮壮的，真的很可爱呢。好，你继续享用你的大餐，乖。合家，我虽然爱吃，但是我不要变神猪。我要养成吃饱饭就散步的好习惯。1、2、1、2，远离肥胖，战胜体脂肪。1、2、1、2。好，王兽医刚刚看完麝香猪，你说要带我来看一些特别的猪，结果来到后面，你怎么来带我看绵羊？它这个是从匈牙利过来的，叫绵羊猪。长得像绵羊的猪，我看他们那个。外表看起来，你知道远远这样看啊，都是那个绵羊的毛，那 QQ 卷卷的这样子。你不说我也是羊呢。怎么会长这样？它是匈牙利的曼加利茶的一种品种，然后跟野猪交配出来的。棕色，然后皮肤是剪毛，嘴巴特别像绵羊，所以叫绵羊猪，这是很稀有的，很特别，然后这样好萌好可爱哈。对，跟刚刚那个麝香猪的感觉又不太一样。对。他们平常吃什么？它平常也一般的话也是吃水果，然后一般的蔬菜。然后给它一点那个完全的饲料，就是猪饲料给它吃。是，对。可是像这样啊，它们那个毛这样子比较 Q 比较卷，会不会照顾起来比较麻烦？其实的话，它也是很爱干净，因为它吃的地方是在前面，然后它排便的话都是在后面，规划在后面。然后以便于清洗，所以它的毛不用特别整理，不用特别整理，因为它其实这种猪的话也跟这是野猪有交配的杂交的品种，它本身会是比较凶的。熊的品种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你知道我看它这样子很像绵羊，很可爱，我以为它个性很温驯。不，它本身的话是一种也比较有野性的那个猪，没有办法像刚刚我们麝香猪这样给我闻啊，给我摸这样。对，不行，摸不得吗？摸不得。所以绵羊猪的个性很火爆，对，很火爆。难怪你不让我进去，对，我进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。有没有听到？后面开始有一些那个很吵的声音哦，尖叫声还有猪叫声，好可爱哦。好啦，就是远远的观看观赏就好。你这样不讲啊，我刚刚这样看它的颜色，其实好像有点像贵宾狗哎。哇，那像这样子猪啊，它一般可以活多久？寿命大概多长？一般的猪的寿命是10年到15年之间。那好像也跟狗猫差不多，对，跟狗猫差不多。难怪越来越多人喜欢把它当宠物，对，也很可爱啊。它是外形可爱。好，那讲到可爱，听说你要带我去看其他的猪，对不对？其他的猪的话，会有比较小的猪，然后是台湾的原生种哦，台湾的那个另外一个蓝屿一个野生的品种。好，期待一下。对，王少爷带我去看可爱的小猪。好啊，刚刚王兽一说要带我来看迷你猪，结果把我放在这边，哪里有迷你猪啊？大姐，请问一下，这里只有黑色的猪，请问我要找迷你猪在哪里？迷你猪就在你眼前，这一群就是迷你猪。
体重来比的话，常见的可以到100公斤，它们最重的只达到80公斤，够小了吧？像刚刚看的麝香猪，大概在150左右，但它们大概只能长到80。对，所以在猪界来说，它们就是真的是迷你猪。没错。好，原来它就是我要找迷你猪。但说真的。好像也不是很迷你啦哦，但是它们是什么品种？它们是来自台东兰屿。兰屿的猪哦，所以除了黑色的皮之外啊，它们有什么跟别的猪不一样特有的特征吗？有特征就是耳朵，还有它们是黑毛黑皮。耳朵怎么了？因为小，所以它们又叫小耳猪。哦，没有这样盖下来，对不对？没有盖下来，所以它们是这样子尖尖的又小小的。哦，然后毛的话也是黑色的。对，所以如果要分辨野猪的话，就是这样分。那如果像一般公母看得出来吗？可以看得出来。要怎么看？除了看那个器官之外，像公猪就是它的獠牙很明显，鬃毛刺刺的，鬃毛刺刺的，很秀气。哦，而且感觉好像毛稍微再平滑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可以摸摸。所以公猪的话就会有獠牙，明显的獠牙，然后母猪的话就会獠牙没那么明显，然后毛比较柔顺一些些。哦，那它们这样子一般你喂是喂什么？他们除了喜欢吃保姆喜欢那个准备的饲料之外，他们又喜欢吃芋头跟玉米。好像也是蛮杂食性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特别要补充的营养？没有，但是有一个部分，就是在兰屿的时候会用它们嗅觉去找木耳。找木耳哦？对，找木耳。所以它们是嗅觉特别的灵敏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跟其他的猪比起来的话，没错。那会比较聪明吗？很聪明。因为我知道猪已经很聪明了，那它们可能会再更灵敏，对，再更聪明一些些这样子。那也因为它们有一个部分眼睛不好。他们的眼睛不好，视力，难怪嗅觉特别好。那这样眼睛不好，你们平常要怎么就是照顾他们？照顾他们的话，会有保姆来用拍手跟发出一个声音呜呜呜的来指引他们。拍手是代表什么？就是要他们开始要下一个动作或者吃饭时间到了。那呜呜呜嘞？呜呜也是让他们明白说我们要下他们要怎么样去做，或者说吃饭，或者要跑去哪里。所以他们会听你们的话，然后去做这些动作，或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嘛这样。对，很聪明耶哈！而且尾巴这样摇来去好可爱哦。现在是吃饱要走的时候，他们是要去哪里？开始跑步啦！开始跑步了，没错。所以我现在周围旁边看到这一整圈的运动场是他们的哦。他们的，不是我们的就对了。不是我们的，是他们的，他们要运动。对，他们要运动。猪不是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吗？当然没有啦，我们人都会运动啦，他们当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啦。哦，难怪个个都可以保持80公斤这么迷你的那种身材，就对了。没有，他们本来就只达到80公斤，最重就80了呀。那这样子跑的话，一般他们要这样子走多久，或是运动多久？这要看他们呢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保姆哥哥指引他们，有些会跑，有些会在那边绕圈圈，就是在玩一下，玩乐一下。那边是已经要 stand by 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边要 stand by 了。所以待会我们就要让这些兰屿猪、迷你猪们来做运动哦。要开始做运动。好吧，做运动哦，可以拍手是不是？可以。拍手。哦，跑掉了呢哦。拍手啊！你在干嘛？吃饱了，在吃。集合！我们最爱的运动时间到喽！快走！跑起来！哦，很挤耶！跑起来！哦，很厉害耶 ！Go！ 往上爬！哦，加油！等下你嘞，快点 ！Go！ 哎，加油！你干嘛 ？Go！ Go！ 要培养小猪有运动习惯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但是没办法，为了你们的健康着想，还是要坚持下去。各位猪队友，继续加油吧！好，
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可爱的萌宠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来这边，苹果、芭乐、胡萝卜，这个是要做什么？这个要喂我们园区巨大的动物，巨人动物。但是吃的也太清淡了吧！这么多蔬果，吃的比人还要好哎。所以是巨大的动物，我想象一下，应该很高或是很壮，对不对？对，很高很壮。是什么动物？就是我们园区的长颈鹿。哦，长颈鹿很高，脖子很长，舌头也很长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平常吃这个哦？对，只有吃蔬果。然后还有另外的饲料。在印象中啊，长颈鹿应该是吃树叶啊，或者吃草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他们在野外会吃草。那我们饲养的话，我们是饲养桑叶跟鹿沟树。鹿沟树。对。然后这些就是他们平常也会吃饲料吗？哦，我们有长颈鹿的专用饲料，也有专用的饲料，所以也要提供。哦，所以这一些想象中长颈鹿吃的话，它怎么吃啊？是直接整个给它还是怎么样？哦，我们的是会，因为它舌头是长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切条状，它才可以慢慢卷起来。我来帮你吧，好不好？你要先切胡萝卜好了。对，切的话我们都会先对切。切成条状。对，条状，对切2半之后，我们再从中间剖开，这样。就变成一条一条的，这样子一条一条。那我们大概就是一条的话，都会分为4等份，就是变成这样。这样子。对，他们舌头要卷的话，他们就会这样卷起来，然后就吃进去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苹果嘞，芭乐？苹果的话，苹果跟芭乐它们是圆的，所以我们在采的话，我们也会分为2半，2半之后再分为4等份，这样切下来。都还是尽量以他们可以方便吃为主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。会不会自己一边切就一边发现长颈鹿少了半颗？甜的话，他们很爱吃甜。真的？对。哇，好幸福哦。那切的话就大概是这样。那量嘞，要怎么帮他们设计啊？量的话，我们都会平均分配。因为像这边还有其他的，所以我们会切完之后再分配。因为公的食量会比较少一点，母的食量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会分为公的跟母的饲料这样。哦，那我们来分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帮忙分一下。那像我们刚才切它是只有1条，所以我们会先平均2，就每个先2这样，对，公平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待会这样稍微一起切一切之后，待会就去喂长颈鹿喽。来帮个忙，一起。为了让长颈鹿有个强健的体魄，每天动物饲育员都要很辛苦的准备新鲜的食物，想方设法的让它能够摄取足够的营养。我也赶快来帮忙，等一下就要去喂长颈鹿啦。我们现在喂它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这一集太精彩了。刚刚是企鹅，现在是跟长颈鹿很近哎。啊，休待几年后，先生你一直挡到我镜头呢。所以这是他们吃的东西。对，这是他们吃的食物。吃什么啊？里面呢，我们有红萝卜，还有苹果跟番石榴，还有莴苣，都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。你现在一边跟我介绍，然后一边要一直躲它这样子。好，这些他们平常吃的东西之外，还会再另外补充其他的东西吗？我们补充的话，我们还会有桑叶跟鹿沟树。对，都是平常他们都要吃的。好，而且我现在近看它啊，就是远看觉得长颈鹿很可爱，可是近看它舌头很长而且颜色好奇怪，为什么？它们舌头长度，它们大概有45至50那么长。然后它们舌头的颜色是青黑色的，然后它们可以吃那个荆棘啊，它们不怕刺的那个叶子都可以吃。对，它们的舌头这么长是特殊的。一个长度最多到多长？最长的是50公分，对，可以到50，因为他们要卷食物，对，他们是会用卷的，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，我们会像苹果的话，我们会切4等份，那红萝卜的话，我们就会切长块。它又来了，长块的时候它就可以吃了。好，我们先喂它，放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会放在这个盒子里面让他们吃。放了，安逸很多。好了，你慢慢吃啦，我们不打扰你。在这里放进去了。刚刚讲到舌头长是一个特征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知道长颈鹿也是脖子很长，还有它的前脚会比后脚长，
对不对？有3个这个很重要的特征。脖子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脖子的话，因为他们在野外的话，他们脖子长的话是有一个优势。因为他们在争夺异性的话，公的长颈鹿他们会利用脖子跟头部的重量去跟对方打击。所以脖子对他们说是攻击的武器，对，是攻击的武器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会讲说，脖子比较长、比较壮的优势就可以繁殖下一代。脖子比较短、比较细的话，他们就没办法繁殖下一代，因为母的长颈鹿他们比较喜欢长脖子以及粗的脖子。对，所以在长颈鹿界，脖子越长越粗越好哦。对，好，那脖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。脚嘞，为什么会长？前面比后面长？因为他们前面长的话，因为他们脖子是非常长，所以如果前面是比较短的话，他们的脖子就没办法支撑，就会前面跳狗链，就会向前翘起来。对耶，对，所以这是一种动物自己演化出来的成果，对不对？对，也可以刚好是平衡一个支点，刚好可以搭配他们的脚长，搭配脖子长这样来搭配。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哦，自己这样子演化。但是啊，这一集真的创下一个，我平常喂动物啊喂这么久，我们第一次，这大概应该已经有蛮高的一个距离高度哦。对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地上吃？因为他们在野外，他们在吃食物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吃上面的落叶。因为他如果脖子低下来的话，就是代表是有点危险，因为野外有狮子、老虎，他们就会跑过来，就会攻击他们。所以我们在喂食的时候，应该也要符合野外的需求。所以我们会把食物架得比较高，刚好它脖子也不会弯下来，也不会让它颈部受伤。保护它，对，保护它的，也是它本来的习性，对不对？那这2只是哪里来的？这2只都是从美国来的，他们来我们园区大概有3个多月了，对。所以他们平常公的母的是看他们的特征吗？还是我们公的母的话，现在可以判断的话，我们就是母的体型会比较大，那公的体型会比较小。而颜色的话，母的现在会比较鲜丽，而公的话会比较灰暗橙色，近看真的很壮观呢。但是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耳朵就一直这样，是在听我们讲话吗？他们就是在野外，吓到呢。他们警觉性非常强，所以因为他们在野外可能随时都会遭受到攻击，所以他们耳朵在闪的时候，也可以顺便驱赶蚊子，也可以顺便聆听一下周遭是否安全。就跟我们，因为他们眼睛非常广，他们可以360度的周围都可以看到。他们可以看，对，他们可以看365度。所以这也是他们天生的优势哦。对，他们的优势，耳朵特别灵敏，对，可以观察，然后眼睛也可以看这么的广，对不对？360度这样，跟那个我们刚拍猪一样，就是猪会赶苍蝇嘛，所以它的耳朵也会有这个赶苍蝇的功能。你在拍我吗？我走近一点让你拍，这样够近了吧？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我，看到我都会大声叫我，故意要吸引我。但是偷偷跟你们说，其实我对声音很敏感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我很紧张。所以想要亲近我的话，记得轻声细语哦。可以吃什么不能吃？爷爷，好吃的树叶又来了，特别的味道。你们不要推那么快嘛！来哦，加崩加崩。你说这个叫什么树？鹿钩树。鹿钩树，这里。所以他们平常喜欢吃这个叶子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。这里啦，桑叶都是他们最爱吃的。耶，来。他们力气很大哎。他们都是用舌头这样卷、这样扯叶子的。难怪那个舌头这么长哦。对，他们也不怕刺，刚好是他们的保护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，其实它的舌头很长，然后前脚比后脚长，而且脖子也很长。对，除了这些的话，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它们睫毛也特别长哎，对不对？它们睫毛也好长哦。那像它们这么高啊，平常好像不晓得长颈鹿它怎么睡觉。他们睡觉的话，他们通常都是会站着，有时候会蹲着，蹲着比较少啦，因为他们在野外如果蹲着的话，就会被敌人攻击，所以他们会站着，闭一只眼睁一只眼。那睁一只眼，他们也会观察一下周遭的安全度。对，所以再怎么样，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哎，站着睡觉。对，他们站着睡觉。那像他们平常这么高啊，或是说在照顾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？注意的地方的话，就是如果进去喂食的话，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位置。要注意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话，我们没有注意他们的行动的话，我们一走进去，他们会受到惊吓，就开始猛奔跑。
会怕危险。那长颈鹿其实个性也是蛮胆小的吼，对，很容易就受到惊吓。好，那刚刚讲到，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应该是它的那个花色很漂亮哎。它们的花色很像那个网子一样，对，所以它们的名字叫做网纹长颈鹿。它的真正的学名是不是？所以每一只长颈鹿或不同品种的长颈鹿，它的肤色它的花色不一样。对，花色也会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蛋糕，是我肚子饿了吗？快了。好了，你轻一点啦。没想到，其实平常知道长颈鹿很可爱，但是你介绍的那个状态之下，还知道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慢慢吃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！来，这些都是你的，不用抢啊！虽然我到台湾才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是在动物保姆细心的照顾下，让我可以很快的就适应这里的环境。所以想要跟我做朋友的话，赶快来找我玩，我在动物园等你们哦。今天这样真的太有趣了啦！第一次跟长颈鹿这么近，而且这样逛一趟动物园啊，更了解很多非常可爱又很萌的这些平常大家都知道的动物。在这些我们的饲养员的照顾还有介绍之下呢，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它们。如果有空放假的话，不妨呢去动物园走一走、逛一逛，被这些动物好好的疗愈一下吧。来，这些都给你，慢慢吃啊！